万岁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三甲做伙来到伊的圣殿敬拜甲学乐。咱伫个敬拜之前，咱先请张牧师来为咱会前的祈祷。咱三甲后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过去的日子中间，恁对阮的照顾，对阮的恩典，阮实在是感谢。今日阮甲兄弟姊妹聚集伫主你的圣殿内，阮同齐同心来敬拜阿罗你。阮望上帝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今日来到主你面前的人，拢会当得到满满的恩典，甲满满的祝福。阮望上帝你保守阮今日手所做的工，互阮今日伫你面前所做的一切敬拜，拢会当达得主你的愿乐。阮望上帝你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只是来唱今仔日的诗啦，吼！今日咱所要唱的诗，来先来唱125首，125首，美妙主耶稣。咱先琴弹一遍，咱来唱第一节歌。主耶稣是美妙，伊本是神来成做世人，这是我所信仰、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君王。第三节晓讲美妙主耶稣，万邦所敬奉，为着我做欢喜感谢，荣光甲尊贵，恩典甲慈悲。永远到永远，拢属你。
咱第三节过来唱一遍第三节。为了你滚红，安放所幸福，为了我世我你感谢。天分啊富贵，我天啊富贵，天啊高，天啊龙好，咱过来唱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在，圣在，圣在。请琴弹一遍吼。圣在，圣在，圣在，元灵大主宰。咱着唱歌一声，报乐上主尊名。圣在，圣在，圣在，将你天地甲歹，报乐上帝至尊至怀主宰。圣在，圣在，圣在，三个圣在，而且就是咱三位一体上帝。咱难得有安尼来学了咱三位一体上帝，因为以赛亚遐有讲，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咱的主充满全地，特地咱来敬拜、服侍。互咱即时过来唱377首，377首，这是咱一个月的诗哈。咱唱第一节、第二节，然后咱开来做，今仔日个礼拜就开始第一节跟第二节哈。
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着趁耶和华通敲找的时敲找伊，三军的时阵求告伊。三角来言圣诗，圣诗第377首，圣诗第377首，鼓舞大家甘奉献。鼓舞大家甘奉献，报答主恩是当然。耶稣正做天真饼，道成肉体做圣囝。请咱来吟圣诗377首全首。鼓舞大家。
即时，请咱三角来读主导文。主导文伫个咱的迄落投影有无？若是咱的伫个咱的周报的第7页吼，第7页有，请咱三角来读。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三角来启应，请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启应文，咱要来看第15篇。启应文第15篇就是诗篇第51篇。伫个咱圣诗的后面有无？咱看嘛会使投影。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请咱搁来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学乐上主之名，圣在，圣在，圣在，掌理天地甲海，学乐上帝至尊至权主宰。咱要吟圣诗第2首，全首请咱起立。
坐。即次，请咱压头共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爸，即时我要用虔诚、痛悔心、谦卑伫你的面前来祈求，求你赦免阮即礼拜中间所犯的过失。阮有可能因为无法度约束家己的心思，讲毋着话，也是做毋着代志，得使互别人受着伤害。爸，阮要伫你的面前来谦卑认罪悔改，求你医治阮软弱有话的心思。互阮知影要安怎样来改进，嘛求主慈悲看顾，若是有被阮伤害的人，甲因伫地，赐互因安慰因所受的伤害。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道成肉身降临伫的即个世间，为着要除去阮的罪过，互阮的罪得到赦免，救赎阮的性命，会当脱离遮的咒诅，互阮得到自由，并且借着你所应允的圣神。互阮会当领受上帝你伫个耶稣基督内底所赏赐互阮丰盛的性命，为着安尼大的恩典，阮要欢心感谢学罗你。主，阮即时嘛要为着今仔日来到阮中间请安报告的文道会的黎明机构来祈祷。几十年来，因本着基督的信仰，伫个花莲做真侪美好的工，照顾过真侪弱势的人。因真多是因为身体也是心理上的障碍，需要来协助。透过因的照顾甲家事，互遮的囡仔也是大人，毋但会晓家己照顾家己，甚至会当学养工作，参与伫个社会，成做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主，阮要为着因所做的工来感谢恁。伫个遮，阮嘛要恳求主特别来保守因所做的事工，互因有够额的资源甲能力来帮助搁较侪需要帮助的人。主对因所做的事工，我嘛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因为你疼世间人，毋甘有一个人来受苦，亲像圣经所讲，王要应允因讲，我实在甲恁讲，恁竟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细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主，你嘛捌讲，因为竟然惊我伫天里的爸会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主，求你互阮有一粒慈悲敏感的心，会当随时看见别人的需要，并且愿意照你的教示甲旨意去行，将疼你的心共款用行动来行伫地面上，将你的疼透过阮每一个人去分享互别人，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即次，请咱三脚来看上帝的话，咱要来看马可福音第5章，伫个咱台语汉语本马可福音第5章第1到第20节，伫个咱台语汉语本的第44面吼。请咱三脚来看上帝的话。马可福音第1章，因就到海的对面岸，到吉拉新人的地方。耶稣离开船，连边有一人对坟墓中出来，拄着伊，就是互邪神附身的兵属徛去伫坟墓中。无人话白伊，虽然用铁链也袂话，因为豆豆用骹扣铁链白伊，若是铁链互伊插断，骹扣互伊讲喙，无人有气力通制压伊。暝日通常常伫坟墓中，伫山里嗷叫，将石头家己伤。远远看见耶稣就走来拜伊，大声嗷叫讲：至关上帝的囝耶稣，我甲你啥物干涉？我记上帝来恳求你，无得苦楚我。因为耶稣捌甲伊讲：邪神啊，着对迄个人出去。
第9节，耶稣问伊讲：“你号做啥物名？”因讲：“我名做赢，因为阮遮的真多。”伊就切切求伊，无得赶引出迄个地方。第11节，迄个山坪有大阵猪伫讨食，伊就求伊讲：“找阮入遐个猪，互阮通入去。”就阮因，遐个邪神就出去来入遐个猪，迄阵猪走落山坪，走撞落海，约量2000只，伫海里激死。顾猪的人走去，甲城内甲乡舍的人讲，人就出来看所拄着的事是怎样，就来就近耶稣，看见迄个犯着鬼的，就是互赢所甜的，坐伫穿衫，还在，就惊。第16节，看见的人将犯着鬼的人所拄着的，甲规阵猪的事，拢甲因讲，因就求耶稣离开伊的境内。18节，耶稣拄啊上船，迄个捌犯着鬼的求伊准伊三角去。耶稣毋允伊讲，倒去你的家，找你的亲人，将主甲你行遐大的事，甲所任命你的，甲因讲。迄人去伫底加波利报扬耶稣所甲因行的大事，众人拢奇怪。圣经读到遮，下面咱要来请橄榄团契来献诗。
这时咱要请张牧师来甲咱讲道，伊今仔要讲道的题目是人生对乌白到彩色。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主，今日会当来甲大家三角组织来敬拜上帝。有一个真早以前电视的广告，伊的台词是安尼啦吼，肝若好，人生是啥物？彩色的吼，啊肝若歹咧，乌白的吼。咱的信仰检测，咱的信仰嘛共款，信仰若对，人生就是彩色的。那信仰若毋对咧，就变乌白去啊吼！请问各位兄弟姊妹，你即时你的人生是乌白啊彩色的？感谢主吼，咱拢是彩色的人生吼。咱拢知影，上帝透过圣经对啥物人讲话？对咱每一个人讲话，对毋对？而且佫是主要介绍一位对圣经中一个主要的人物，互咱知影，迄位是啥物？迄位是啥物人？耶稣咱会当信靠伊知影伊对伊来交托咱的性命、人生，咱的人生会当真做彩色得到即款的改变。今日咱要对圣经中来看一个人，咱大多读迄段圣经要来对迄段圣经来看，有一个人呢，伊伫有耶稣进前甲以后了后。两种完全无共款的人生，以及咱在座已经足侪拢是信主的兄弟姊妹吼，咱嘛要来对即个角度来思想。虽然咱的人生已经真做彩色啊，总是明怎继续即款的彩色的人生？彩色的人生会阁变倒等于乌白无？有可能无？大家拢忝头吼，有可能吼。咱举一个例就好，迄个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头一个王是啥物人？扫罗。当开始竞选到伊的时阵，伊人生是彩色的，对毋对？迄撒母耳甲伊高抹吼，诚做以色列头一个王。后来伊怎完结怎样？不保吼，上尾咱人生怎变乌白去，对毋对？所以讲，咱信主的人嘛是爱警醒，警醒，怎么让我们的人生继续的彩色下去？安怎让咱的人生继续彩色落去，袂搁再变转去迄个乌白人生？咱今日要来看，无耶稣的人，伊的人生是歹淡淡的人生吼。首先，咱要来看第三节安尼讲吼，迄个人常伫坟墓内无人会当捆绑伊。就是用铁链嘛无法度，咱来看到对这段圣经，咱来看到，则讲到有一个人常伫坟墓中间，而且精神已经小可错乱去，无正常，行为举止嘛真奇怪，嘛真惊人，都有人要甲伊绑的要甲伊绑掉的吼，但是无人，圣经讲有人会当甲伊绑掉的无？有法度无？敢若无法度吼，圣经这个陈述好像没有办法吼。圣经讲就算讲是用铁链嘛袂会，嘛无法度。咱先来想看卖，坟墓是啥物款的所在？那个华语是讲坟茔啦吼，墓仔埔啦，咱台语叫翻做墓仔埔。墓仔埔是啥物款的所在？有人爱去无？无人爱去啦吼，是一个大死人，真侪人禁忌去的一个所在，无人介意款所在吼。但是嘛有例外啦吼，嘛有例外吼。我去过迄个美国的迄个华盛顿吼，迄个华盛顿 DC 迄个叫做威灵顿公墓，真做观光的地方呢吼。咱拢知影美国吼真侪迄个墓仔埔，伊拢种草啊吼，拢整理啊真水啊，成为一个观光的地点吼。但是那是例外对不对？事上常常，迄墓仔埔是无人爱去的为什么墓仔埔无人爱去？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才写到这个坟茔坟茔墓仔埔这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代表的一个名词，是一个代表的名词，伊代表一个死的、无远望、黑暗宽阔所伫地的所在而且无光明的所在。
它是一个隐含在这样一个含义里面哈。人伫这款的环境中会安怎？常常伫这款的环境中会安怎？没有希望，黑暗权势，没有光明。拢安尼死沉沉的一个所在，人若常常伫迄款的所在会安怎？心情会好无？当然袂好啊！精神呢？精神嘛可能嘛袂好啦吼。第三节中有一个非常重第三节吼，在圣经第三节有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吼，常常对不对？常住对不对？表示迄个人有法度家己脱离迄个所在无？有法度无？常住呢，就是常常呢，明明知影迄个所在是无好的所在，总是家己无法度脱离啦吼，没有能力脱离啦吼。常住代表一个人无法度脱离，互迄个环境所捆绑的，所限制。各位兄弟姊妹，咱嘛对这点来想看觅，咱今日的生活，咱是毋是常常处于无能为力，常常家己吼无法度去改变环境的这款的情形？咱的社会是平顺还是好？咱所踮的环境是平安的，还是常常有一寡吵吵闹闹的代志？咱看新闻，大部分拢是啥物款的新闻？好的还是歹的？大家拢回答讲歹的吼。看新闻吼，拢报道歹的吼。新闻记者吼，因是唯恐天下不乱。天下如果太平，他们就没有工作了哈。总是咱的社会就是安尼啦吼。安尼吵吵闹闹吼。咱家己咧，咱家己的生活，有一寡咱想要改变，但是无法度改变的所在无？检采是人际关系，检采是迄个亲子关系，检采是咱心内底的代志，有互人了解无？别人有了解无？别人有体会无？别人有认同无？常常伫即款的冲突的环境中间，检采咱的心情嘛有当时真无奈啦吼，无奈啦吼。虽然咱来学了上帝感谢主，总是咱面对真实的生活时阵，检采嘛有一寡咱家己无能为力的所在，就亲像这个圣经中的这个人共款，常常住在坟茔里面，自己无法脱离。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无论咱是毋是基督徒，无论今日你是毋是信耶稣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什么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谁？需要耶稣，对不对？不管你今日是什么款的状况，咱拢需要耶稣。无耶稣的人，伊人生是歹淡淡的人生，伊人生是黑白。圣经有安尼有一句话对咱安尼讲吼，好无？咱来同齐读这段圣经，为着要较真济咱用华语来读好无？来，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安息啊！真济，咱真济，咱无讲咱的真做基督徒了后，就一切太平，一切幸福，无安尼。咱检采咱真做主的囝儿了后，咱检采嘛要面对咱的生活中种种的困难、种种的坎坷。总是咱即句话一直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圣经一直对咱每一个人讲，你有劳苦大担当无要紧，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咱就得到啥物？安息啦吼！安息是啥物？安息的解释是安怎解释？就是咱的心内平静啦吼，无管咱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就是简单的解释，就是咱心内平静啦吼。外面的做风台，但是咱心内有平安，迄就是安息啦吼，迄就是安息。好，咱过来观察这段圣经吼。人若无耶稣，不但家己人生无能，无能为力啦，别人嘛真歹去甲伊斗相共，别人很难帮助他。对倒也当看出来，咱来看第4节，咱来看第4节。第4节安尼讲，因为迄个人人拢甲一直用骹镣啊、铁链啊，要甲伊绑的竟然互伊安怎弄断去啊？弄断去，骹镣嘛互伊弄碎，总是无人会当安怎
改斗相共啊，改斗相共，总是没人总是没人。对遮咱看到，一旦人败坏到一个地步，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伊家己，无法度解决家己的问题，别人嘛真歹去甲伊斗相共因为人的软弱，人常常会敲出一寡外在的一些力量想要来改变自己就亲像这世界共款，这个世界共款，人常常要敲出法律好的法律专备的法律道德、宗教、良心等等的这方面，要来改善咱的生活但是有路用无？好的法律、好的道德、好的良心、好的宗教，能够完全改变人的生活吗？无法度啦法律有没有完全很棒的一个法律，可以完全的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有法度无？咱讲咱无法度咱无法度去弄红灯不要去闯红灯咱举一个例来讲人真歹改，人先问大家，人改变外在较容易，还是内在较容易？改变外在比较容易啦咱若对咱外在无啥物满意咱就马上去做一些美容，对不对？听讲咱台北市的倒位的美容诊所最多，你们知道吗？倒一条路？大家拢知你有去中孝东路无咱就较经济较好的，咱就坐飞机去到倒位？去韩国嘛，对不对？去整形对，要改变咱的外在，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总是咱内面的无容易明明看到红灯，3更半暝路人拢无加你台车尔，拄到红灯，你要弄过无？检查你还是会停你还是会停但是你的心有要想要甲伊弄过，反正无车对不对？所以讲，咱真歹控制是内面还外面？里面我已经停了红灯，但是我想要闯过去，迄个心思已经想要犯罪啊，想要犯法啊想要违规啊所以讲咱真歹控制是咱内面真歹内面所以讲人真无简单信用耶稣我信主已经20几冬我对20统会我才信耶稣我感觉耶稣这个信用主要是要改变咱的内面。耶稣要享受，互咱有生命、有快乐，迄个快乐是要改变咱内面的物件。咱的内面外在迄免啥改变啦，外在咱总是有一天会过，对不对？总是有一天会伫即个世上来结束。总是咱内面真歹改变。耶稣就是要享受咱即款的快乐，即款的活命生命的快乐伫咱的中间。互咱去改变咱内面的，迄才是真正咱需要改变的所在。过来，咱来观察，迄款的人无耶稣的人，人生歹淡淡，常常来伤害家己。到了一种地步，这种人没有耶稣的人除了家己无法度控制家己，别人嘛无法度斗相共，而且佫常常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咱来看第5节。迄个人入暝常常伫坟墓内伫山中伫遐喊叫嚎叫啦台语圣经是翻做嚎叫。佮用石头安怎？要用石头怎么样？砍自己这是自残的行为，自我伤害的行为呢咱这看到这常常拢安人。神经精神错乱到一个地步，既然是伤害家己呢，这无怎正常伫遮小可做一个分享。文乐会
伫花莲有几个机构吼，病院嘛吼，大家拢了解吼，门诺医院嘛吼，另外一个就是黎明，另外一个就是叫善牧中心，毋知大家有听过无？善牧中心，善牧中心因咧做啥呢？早期吼，因伫拯救雏妓的雏妓那个我们知道很多吼，你也伫山地吼，迄部落吼，看到那忽然间吼，有一天迄家厝吼在做翻修，也是讲迄家厝吼，买了真好真水真好的轿车吼，表示迄家那个部落那一家人怎么样？卖了女儿啊，卖到哪边去？就去做雏妓嘛，所以讲，善牧中心当初伊就是专门做这拯救雏妓的这款的事工。我迄个善牧中心吼，有一届我就去遐，我袂记去遐创啥，毋知是开会还是创啥。我就看到一个国中生啊，国中的一个少女啊，国中一个少女啊，即马毋是啊，即马伊毋是，你看，即马是专门做中辍的或者单亲家庭或家暴家庭的一个中途收留安置的一个机构啦我有一届我就去因的中心拄着一个国中，看起来敢若国中生的一个少女忽然间我发现伊的手。伊的手腕这边好几道痕迹，我就跟他聊天啊，我就跟他开杠啊，我讲，某某妹妹啊，你的手为什么会好几道痕迹啊？你讲牧师啊，你们不知道哦，这个是我的战机呢。你看在上面一个战机，我说什么战机？我每一次失恋我就划一刀，用美工刀划一刀。我说真的吗？你的同学、你的朋友都是这样子吗？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比战绩呢。请问这款已经有正常无？已经无正常了呀因为他们常常处于那种比较不好的环境所以说，他们的同才，他们的那种认知无啥正常的无啥正常的失恋就刮一刀安尼用美工刀刮一刀因拢会控制而好会流血，但是袂去动到迄个主要的血管他们说在比战绩啦，哇，这无正常嘛无正常，就是敢若像咱今日所看的这段圣经同款，迄个人安尼精神已经错乱到一个地步，用石头斩家己啦用斩家己啦各位兄弟姊妹，这拢是什么人在作怪？魔鬼撒旦，真正魔鬼撒旦就亲像迄个有一个企业家所讲的，那个魔鬼就藏在什么细节里面。迄魔鬼撒旦常常伫咱的思想中间迄找空找芳啊，要来互咱注意伊做工主要目的啥？咱甲上帝离开啦，隔绝啦他主要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或者我们自己败坏，然后上帝拯救，败坏到一个地步，跟上帝不要了，跟上帝拒绝来往亲像彼得，伊伫彼得前书所讲的这句话，好无？咱赶快，咱来读一遍，好无？来，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寻找可吞吃的人。伊四界敲吹啊，四界找机会找缝隙要来败坏咱互咱甲上帝甲上帝无关系对这咱会当看见咱现代人压力真的，我们生活真的是真的是重担到一种地步，有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了有当时安尼家己无法度败坏到一个地步，想要用伤害家己甚至用迄款甚至然后走到极端又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真的这都是人的生命的问题生命有没有得到耶稣？生命有没有
有得到耶稣无吼？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自我伤害、自我结束生命可以解决问题吗？会当袂？无法度啦，无法度啦吼！迄是魔鬼撒旦所做的工，千万唔通互魔鬼撒旦所骗去啊！以为死了一了百了结束了一了百了，不是这样子各位兄弟姊妹，生活背负重担，每一个人拢拄会着无信耶稣的人是安尼，信耶稣的人嘛有可能是安尼。要安怎？要安怎？真实的来追求耶稣吧，来挖近耶稣吧。透过祈祷，透过读圣经，透过教会聚会，咱常常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敲吹上帝，来认捌耶稣真正安尼当得到解决。迄歹重重的人生就会当得到解决。咱家己。好好的去经营一个教会的生活。什么是教会的生活？不是你来教会才是教会的生活。我在家里面做礼拜，我在家里面祷告，我在家里面跟家人一起礼拜做来查经，那是不是教会生活？是啦。教会生活不是讲你来到这个建筑物教会内底才是教会生活。我整个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那定义是安尼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好好的来经营我们的教会生活吧，互咱的人生会当得到解决好，来，咱阁继续无耶稣的人有一款习惯踮伫迄款罪恶的中间，他们有一种习性，他们喜欢罪恶他们喜欢罪恶。咱看见这个人圣经中的这个人，伊拒绝改善困境的生活，对不对？咱来看第7节。伊讲大声呼叫至高的上帝耶稣上帝囝耶稣，我甲你有啥物关系？我指着上帝恳求你，毋通叫我受苦。请问伊讲即句话对啊毋对？你不要来靠近我，你来靠近我，我会受苦。请问他这样讲这句话对不对？有认捌耶稣无？迄时啦，我讲迄时，伊讲即句话迄时有认捌耶稣无？未认捌啦。咱拢知影，挖滚耶稣的人会当得到解决，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会当得到真济稳定，对不对？伊那会讲，你不要跟我来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表示他不认识耶稣无认捌耶稣啦所以讲无耶稣的人就是挖近耶稣挖近上帝会生活会受苦。检查大家伫咧传福音，伫咧甲未信主的亲戚朋友接触的时阵，有拄到即款的对话无？信耶稣足困难的。信耶稣限制足济呢。信耶稣礼拜天都不能睡到饱呢有听过无？信耶稣拢爱关钱的每一个月拢你们说的要1/10呢家己趁都无够青正都无够，搁安怎？拔光还要捐钱所以讲，这咱拢知影，讲即款类似即款的话的人，拢是未担着主的恩典的人，对不对？担着主的恩典那要紧礼拜天一早起来甲兄弟姊妹同齐来行到礼拜堂来做礼拜，迄是偌好的代志。但是毋捌耶稣的人受苦。就亲像即个圣经中即个人共款，受苦啦信耶稣就受苦的啦。信耶稣恁呢毋若是礼拜，搁要去教会周间搁要去小组，周间搁要去祈祷会，周间搁安怎，搁要去服侍受苦。信耶稣有够受苦的，这是无信耶稣的人，未担着主的恩典的人所讲的话，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讲，伊讲过圣经这个人讲到这个话就唔对伊好，咱基督徒，检查咱讲无信主的人会讲这款话，基督徒咧，基督徒检查嘛，有当时会讲我信耶稣就好我受洗就好我嘛有做礼拜，我嘛有做11的奉献其他的免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有听过这款讲过这款话的兄弟姊妹无？检查嘛，加减嘛有嘛我有读圣经我有祈祷我有参加聚会安尼我佫需要做啥物改变吗？我佫需要做啥物改变吗？
圣经有讲过一句话呢。圣经有罗马书罗马书12章第2节有讲过一句话呢。我用华语来谈哈。你们常常要心意更新而怎样？这句话是对什么人讲的？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讲的，对不对？所以讲，咱信主的人嘛是爱心意更新、常常的变化呢。表示讲，咱毋通讲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有查经，有奉献，有做礼拜，安尼就好。要心意更新，常常变化啊。那个服饰不是安尼啊。我今日服饰我有诗会，我有灵歌，我有怎样，这样就好了。进步啦进步啦常常变化所以讲无信耶稣的人因无爱变化，但是咱信耶稣的人，咱知影，咱需要常常的变化。过来，无信耶稣的人拢习惯踮伫迄款歹的环境中间，而且安怎？因家己要为家己去找出路啦我们来看一下常常找出路，自己想办法找出路。咱来看12节到13节迄个鬼就要求耶稣讲，无安尼啦，我无法度护伫即个人的心就，无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面去倒位？去猪群内底啦结果变做去附在猪的里面，有没有比较好？有无？有较好无？有他他那一群鬼啦那一群鬼啦结果去附在猪的里面，有没有出路？有没有比较好？有无？结果安怎？塞伫迄海内底那淹死啊伫这点，咱嘛爱来反省咱常常拄着咱生活中的困难的时阵，咱是超找上帝呢？咱是祈祷上帝，互咱有办法来解决的，还是家己去想办法？咱常常咱客人咱是家己拢会习惯家己去找办法。家己找办法，常常是无法度找到真正的好路，真正正确的路。只有超找耶稣，才是真正会当得到解决。圣经嘛有一句话对咱安尼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藉着我，无人会当到倒位去。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边去了真的，只有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得到那一条真正的道路最后已经到最后，咱来看迄个人的改变。迄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真正伊的人生伊的性命真正就得到改变啦咱来观察头一个，伊得到改变是他的行为举止正常的。咱看15节，因来到耶稣遐看到早前互鬼附的迄个人，就是早前互鬼台语圣经是犯罪名啦华语圣经是翻译做群啦不管，就是足侪迄个鬼所附的迄个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这有3层含义呢。坐着为什么伊会坐着？表示以前是安怎？坐条袂？坐袂条安尼尿尿喘安尼心神不宁，他那个人本来是坐不住的，精神错乱的时候，即马坐会调就亲像咱在座每一位同款咱都会当坐得好好听牧师讲道咱表示咱无亲像伊安尼表示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家己会当控制家己，什么时阵应该做什么坐咧还是徛咧，还是要创啥，家己会当控制。头一个坐着是代表他自我能够控制，第二个。穿衫，表示以前有穿衫无？未拄着耶稣进前有穿衫无？无啦，无穿衫代表什么含义？深层的含义，代表羞耻，见笑的代志。以前迄无穿衫，代表伊足见笑的嘛，无穿衫就见笑嘛，对不对？即马会当穿衫，代表伊即马袂搁再做见笑的代志，不会再做羞耻的事情了。穿上衣服，这个深层的含义。第三，心里明白过来了。什么叫做心里明白过来？心内就明白过来。
明白过来就是可以分辨事情的好坏，对不对？咱生活中，咱真正无法度分辨的人，咱讲哦，你是安怎？你是笑气还是安怎？哦，咱会安尼讲批评啊。但是，迄知影代志的好歹，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判断是非，那个叫做心明白过来。这个人变正常啊，对不对？感谢主吼，这个人拄着耶稣啊，已经会当家己控制家己，还袂搁再做见笑的代志，还搁家己会当去分别代志的好歹、是非的分辨，吼。这个人正常啊，正常啊，你看正常的人是安尼。过来，迄个人生命得到改变，人生变彩色了，伊会搁安怎？咱来看18章吼，耶稣要上船的时阵。迄个本来互几岁的人有一个要求，要要求创啥？要跟耶稣同去，对不对？要跟耶稣做伙，哦，表示讲，哇，有耶稣怎样？有耶稣真好。以前是讲，哦，你不要来跟我受苦，你不要来，你不要跟你有什么相干。哦，今麦讲，跟耶稣真好，恳求跟耶稣同齐啊，去继续的去布道旅行哈。咱知影信耶稣的人知影有耶稣三甲地地迄款的美好，有款的美好。真正有耶稣真正是美好啦吼，这才是信耶稣的人才知影的代志吼。好，再来第三，咱来观察吼。咱的老朋友孙越伊捌讲过一句话吼，讲过讲好东西要怎样？跟好朋友分享，对不对？这个人有安尼无？这得到耶稣的改变，这个人，这本来小小的人，这个人有做出要甲人分享无？咱来看20节，迄个人就伫地加坡里传扬耶稣，对不对？传扬耶稣，对不对？他在做什么？各位兄弟姐妹，伊伫创啥？3个字，传福音啦，传福音啦，对不对？这是关键哦，这是今日咱这个信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咱大讲道堂开始的时阵，我有问大家讲，要安怎互咱的彩色人生袂搁再变倒转去黑白人生？关键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传耶稣，要传福音的。要传福音啊！无传福音的，真可怜哦。咱若无传福音，无甲别人分享耶稣的好，无甲别人分享信耶稣是我尔好，咱真可怜。咱的人生是安怎？就会变成去黑白哦。这是关键哦。就亲像这些人，他很自然的哦。耶稣说：“你不要跟我来，你自己回去哦。把我在你身上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跟别人讲。”就真自然去跟别人讲，传福音有简单无？传福音爱上课无？爱上三福，还是讲啥物四律啊、福音桥无？检查迄拢是工具啦吼，工具，咱需要去认办。传福音非常简单，就是甲别人讲，你信耶稣之前，甲信耶稣以后有啥物款的改变，那就是传福音啊。真简单啊，对不对？我以前脾气有够歹，小小的代志我就发脾气，我就杀圣地。即摆信耶稣以后，感谢主，我知影安怎控制，我知影安怎忍耐，我知影安怎去想代志。咱若甲别人讲即款的信耶稣，即款的小小的改变，迄就是伫创啥？传福音嘛，对不对？所以传福音简不简单？有简单无？简单啦！进前甲以后，信耶稣进前以后，甲别人做一个介绍，做一个陈述，迄就是传福音嘛吼。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互咱的人生继续彩色落？主要就是传福音啦。甲你边仔的人讲，你要传福音，好无？甲你边仔的人讲一句，你要传福音。你爱传福音无？爱传福音无？搁家己鼓励者，你人生会继续是彩色的。你的人生是继续会彩色的哈。感谢主哈。好，
我去花莲黎明机构吼，其实早前啦，黎明只有黎明教养院教养院，咱拢知影教养院都是照顾一寡身心障碍的一个机构。后来为什么变成黎明机构呢？后来因为即马黎明内底毋但是迄栋楼教养以外吼，佫有做真侪工课。小等我会慢慢来甲大家介绍。我去花莲，我伫2017年6月我去的早前拢伫台北，过去20几冬拢伫台北咧牧会，所以甲在座的陈牧师有认捌几年陈牧师伊伫后来去门诺会目沙教会去遐斗相共有一段时间甲伊同工过过去20几冬我拢伫台北拢伫台北牧养教会3年前就去到花莲这黎明黎明呢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我感觉真侪我去遐了后，黎明真侪就亲像今日的信息同款。除了用专业啦就是身心障碍照顾那种特教的专业伫照顾因以外，伫黎明的机构内底，这个机构内底，因为阮有加上迄个福音伫内底，加上福音的服饰在里面，所以讲我有观察这3年来有观察，足侪人因为认捌耶稣，因为因若得到一寡特殊的一些教育的照顾以外，佫包含有福音的加注在里面真侪人伊的人生是本来对乌白，变成彩色的举一个例来讲去年我有一个重残的一个院生伊检查出来哇得到 cancer， 得到乳癌我就问他，我说你得到这个病你会不会害怕？有一天我就跟他协谈了，跟他聊天了，某某谁你检查出来这个病你会不会担心害怕伊本来伊拢我知影伊以前拢无信主，以前厝的拢是拜拜伊就跟我讲，牧师不会我说为什么不会？因为我现在有耶稣就算耶稣把我接走也没有关系会晓讲这句话的人，他生命是怎样？我讲过这个生命一定有耶稣的啦，对不对？无伊讲后来伊化疗本来那水的，他是重残那个他是身体重残，都是坐在轮椅上面的那个吃饭都要人家喂的但是迄头水头毛嘛生真济。后来去年化疗了后拢落去治无创啥我就跟伊开讲跟伊做一些协谈因为我不会害怕，因为有耶稣，就算耶稣把我接走也没有关系。哇，讲过这句话会感动袂？会感动所以讲我发现真济第3年来的服事，在那边的服事，让我知道很多人因为有耶稣，他的人生得到改变因为人生，而不是当然不止啦，真的需要这种特殊教育的那种特殊的那种照顾他们除了得到这些以外，还有福音，还有耶稣，让他们生命得到改变。好，黎明是在1977年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师叫罗勒道牧师，他去到花莲去到花莲看见真济迄时阵伊讲戆囡仔啦戆的囡仔咱拢知影台湾早期的戆囡仔拢是啥物人去照顾？厝的照顾，而且会去报互人知袂？惊人知啦，而且拢关伫迄厝内上角上无人知影的房间内底因为安惊人知为什么早期咱台湾的社会，厝的人有即款的戆囡仔拢惊人知，会互人讲话啦，对不对？这个人毋知顶世毋知做啥偌济歹事得到报应啦那种因果论有没有？
有其他的宗教，迄款因果论哦，惊人知哦，毋知做啥物偌济歹事吼，毋知生着即款的囡仔吼。所以讲早期的台湾社会，身心障碍者，若是厝诶有即款戆囡仔，拢惊人知啦。啊，罗勒道罗勒道牧师吼，啊，伊就发现去到花莲，发现哦，真济咱拢关伫厝内底吼，啊，伊去探访的时阵，伊去传福音的时阵，真济拢关伫厝内底，啊，伊就一个对上帝来遐有一个感动。哦，好，我要来开设一个专门照顾这些笨小孩哈，这些笨小孩，啊，叫黎明就是安尼开始的哈。所以1977年成立了黎明启智中心啊，就开了一个戆囡仔的学校啦，吼，戆囡仔的学校。啊，后来一直发展到今日，啊，毋那是教养院迄栋楼尔，达到我所讲的啊。我们还有成立了庇护工厂，啊，庇护商店。咱拢知影，身心障碍者有高功能、低功能，有能力较好的，有能力较低的，啊，有比较重症的，有比较轻微的，那个程度有分别。身心障碍的，他们的残障手册有1类、2类、3类，啊，那个都不一样的程度，啊，所以说，对功能比较好的，我们就不会期待说啊，他只有被教养照顾了，哈。功能再好，有好一点的，我们期待他们能够自立，能力上自立，生活上自立，工作上自立，所以我们有成立一个庇护的工厂，有庇护的商店，让他们去那边学习工作，哦，所以讲下骹吼，我有带来一寡。阮的庇护商店、庇护工厂遐囡仔吼，所做的一寡他们的产品啊，小等各位兄弟姊妹会当去看卖哈，他们就可以那个就像我们一般的人的职训局一样哈，对功能较好的囡仔吼，咱好来个哈啊功能好，如果在那边学习好了，阮有就业辅导员啊，阮内底阁有就业辅导员。辅导因介绍因去外口的遐工作的所在吼，检查是餐厅啊、加油站啊、洗车。迄时阵因若有一工去到外口哦，已经训练好去到外口食头路，因有基本的薪资啊。现在最基本薪资多少？咱的最低薪资国家的要求是多少？23800，对不对？那是一个月赚到23800哦，对于来讲，哇，他自我哈，哇，这自我形象就提高了，哇，自我就肯定了，他就能够自立了，哈。所以讲，黎明的服务理念，那是教养照顾尔，吼，有的教养院吼，我甲你照顾好，你就一世人伫遐吼，吃喝拉撒被照顾好。黎明的服务理念无安尼尔。你若功能有好的哦，帮助你训练你，然后让你能够有工作的技能，将来就能够生活，能够自立了哈。所以讲到今日哈，黎明有好几个部门了哈，有好几个部门，不只是教养院，而且有商店，有庇护工厂，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像是农场哈。农场，我们有一个牧场或农场，我们有养鸡，我们有种菜。为什么要养鸡种菜？根据这些身心障碍的服务的他们的学术上的研究，当这些身心障碍者比较多去接触大自然，去接触生命的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身心是有帮助的，是有正面帮助的。所以黎明现在的对这些身心障碍者的服务理念，用一种叫做 Green Care 绿色照顾啊，等于吼去饲迄鸡啊，去种迄个菜，鸡啊吼，慢慢啊对安尼细只鸡啊吼，慢慢长大会当生鸡卵吼，对迄种菜吼，安尼慢慢甲种菜甲压水甲压肥吼。会当长大，会当给站落来做菜吼，炒菜来吃。对这些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生命会影响什么？生命。所以说，跟身心障碍者的照顾，不是说我把你照顾好，吃喝拉撒睡把你弄好就好了。如果他们能够去接触这些自然有生命的东西的话，对他们的生命是有一些帮助的。
所以现在黎明照顾的策略就是 Green Care， 绿色照顾 Green Care。好，咱拢知影，身心障碍者有好几种类别，对不对？几啊种类啊，有些是脑麻，有些是自闭，有些是什么？最难照顾的是哪一类？你们大家知道吗？在所有的身心障碍者中间，上歹照顾的是倒一类？你敢知？自闭症者，因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不？你刚才你的脑麻啊，还是讲都位残障啊，或者智障啊刚才还可以做一些少许的沟通，对不对？我要吃饭，伊看两声，就讲好。但是自闭症的你也无跟伊长期相处那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社区中常常这款的人外表看起来好好呢，伊骹手拢好好呢，外表也长得好好的呢，但是如果有自闭症行为，就在社区中很难会被人家接纳会被歧视，会排斥，有一个自闭症的家长，伊就分享现在自闭症者大部分在台湾90%以上都是家长在照顾，咱拢知影，自闭症的家庭他们面临什么问题？双老的问题，怎么说呢？孩子一天一天长大。父母的年纪会不会变老？当有一天父母走之后，他们会到哪边去？没有，到目前台湾还没有一个专门做自闭症的一个机构专门收留自闭症，近乎都没民间嘛没都没有专门做自闭症的收留的机构都没有，所以他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机构的安置双老北部来有一天哪走，囡仔嘞，囡仔要像照顾还是要最后他们还是要到机构做机构做安置所以讲时间若到放下落去袂，然后你厝的若有这款的厝的若有这款的囡仔我拢家照顾好势但是我若有一天我若走呢要安怎放下落？所以讲黎明目前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意向，有一个看见，我们要专门做。希望能够成立台湾第一间专门除了之前的这些身心障碍的照顾、安置、收容之外，我们还要成立台湾第一个专门做自闭症的收容的一个机构所以说我们这自闭症呢，它有一些特性我有打出来，有一些特性重复口语赶快一句话一直在讲固着的行为叫他刷牙起面那是。坑不是平常坑的所在伊都袂晓刷牙自残的行为自残的破坏的行为，破坏行为有一天我讲一个故事你大概知，这是今年年初发生的。有一天我有一天早起，迄教保老师去迄个院生的房间内底，忽然间惊一个那个天花板的轻钢架为什么会落落来？这个自闭症这个囡仔早起来，不知倒一条筋无拄好，去把那个天花板把它拆下来。但是迄个天花板偌悬，你敢知？迄天花板伊就算用跳一个救落来，嘛无法度但是他就是已经把它拆下来，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入去的时阵，迄个教保老师入去的时候，听伊讲，迄个囡仔就蹲在那个房间的角落里面，然后天花板是塌下来的，不知道，唔知影用什么办法去解救落来所以讲，你看这种突发的行为突发的破坏的行为，都是自闭症的他们的行为特性好，目前咱来看下骹就好看下骹，自闭症的在花莲地区大概有500多位在花东地区大概500多位，分别安置的大概就这几个机构，其他机构都是个位数啦只有黎明目前是安置23个迄所在有够客迄23个，比咱这迄安置的所在差不多咱这礼拜等的看尔所以我们有在8年前我们在寿丰乡有募到一块地，
大概是这么大的一块地哈。我们期待能够建一个，我们把它取名为喜乐园啊，哈，喜乐园，喜乐园。我们要把它弄成一个肯纳的专区，肯纳自闭症另外一个别名叫做肯纳哈，因为他第一个发现这样一个症状的医生是美国一个医生叫做肯纳的，他的名字叫肯纳，所以我们自闭症又叫做肯纳症哈，肯纳症。我们期待在8年前，我们已经在这个寿丰乡取得一块地啊，有这个地我们要给起做一个专门收容肯纳自闭症者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园区啊。将来呢，会当照顾72个人，72床。现在我们已经到紧绷在23个呢，23个已经到我们现在是一个极限了，空间设备是一个极限。可将来如果设立起来，将来可以照顾72个。72个，咱拢知影，72个那才少，但是咱知影，72个代表是72个家庭呢，对不对？一个，如果你家里有自闭症者，你可不可以跟这个自闭症的儿子请假？儿子啊，爸爸妈妈去看一场电影，去喝杯咖啡，你在家里好好待着，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有可能吗？不可能啦。有人讲照顾自闭症的比照顾咱一般的红仔更困难，因为要看他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咱都唔知所以照顾自闭症的家庭真的是一个非常重担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将来可以安置72床，代表是帮助72个家庭，72个家庭，让这些家庭呢被安置之后，他们可以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当中的一些老师跟我知道的跟东华大学的这方面特殊教育的有一些合作，有设计出来，有一些研究出来一些对这些身心障碍者一种教育的一种理念或方式，或策略。所以讲，一旦将来因得到适当的照顾了，他们还可以回到社会，或者让他们的家庭右边的这个家庭功能能够继续。如果一个家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长期下来，父母会忝的，一定会忝的，会不会疲惫？要让他们得到喘息所谓的喘息家庭功能继续的维持正常，不然的话真的会拖累一个家庭所以将来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所希望带出来的功能是安尼但是我头先讲，这是8年前的，今年因为这政府就是安尼啦政府就是讲我们在2017年我们已经得到证照了取得建造，要起嘛来申请建造经过8年的环境评估环境地目的改变，然后等等的整个，终于在去年我们终于开工了开工礼拜了，在2019年7月我们终于举行了开工礼拜。现在目前那块地弄完全还没起我们需要的是1.7亿，启动那栋楼需要1.7亿。目前我要老实跟大家报告，目前我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募款，我们才募到6000万而已6000万，还有很大一个距离需要大家来关心。所以说，但是呢，这个建造不是无限期不是讲你申请落来这个建筑部的建造了的无限期，不是，它有2年的限制。所以 deadline 是deadline 就是最后的右下角那个地方，每年的10月，我们因为工期推算有1年3个月的话，我们6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发包了我们用现在所募到的款项已经在开始发包，但是我们知道房子起落去了，哪起都要哪付钱，对不对？哪起的设备起到倒位都要付到倒位所以个期待甲大家分享，同齐来甲阮关心同齐来甲阮关心，这个我感觉祈祷非常的重要做上帝工就是安尼，因为这个感动是从上帝来。所以讲，期待各位兄弟姊妹你若想到的时阵，想到黎明的时阵
有关钱无关钱，还是另外，我觉得那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是次要的事情。为阮祈祷啦，为阮祈祷，吼。因为我相信，我信主20几冬以来，我相信我伫即个信仰内底，常常去经历着，若是祈祷，常常互咱是常常拄着目睭毋捌看见的，耳孔毋捌听过，心内毋捌安怎想过的代志，常常有即款奇妙的代志。所以祈祷较重要，啊，祷告是最重要的，为我们祷告是最重要的，哦，让我们再次经历那个。让我们常常遇到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怎样想过的事情，常常这种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哈。所以大家毋茫各位兄弟吼，同齐来用祈祷来关心黎明，这较重要，这较重要吼。毋茫上帝吼，祝福咱每一个人手所做的工，吼，咱手所做的工，互得到上帝的眷顾、成全。这是非常感谢的代志哈！咱三个后头来祈祷。各位兄弟姊妹，阮感谢你，会当伫主你的国度内底，阮每一个人各尽其职，伫社会中，伫即个世界，咱负起家己无共款、各种无共款的责任甲负担。阮仰望上帝，你将你的心意。放伫阮的每一个人的心内底，互阮每一个人伫即个世上所做的代志，会当达得主你的欢喜。就亲像诗篇中间所讲的，阮手所做的工，愿主你来成全。仰望上帝，你祝福文山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包括传道牧师在内，因所做的工得到主你的眷顾，伫即个社区，伫即个所在做主你的工程。常常会当传扬主你的作为，即个教会发展一日比一日更较兴旺以外，因阁会当扩展因的事工去做更较侪事工来荣光上帝你的名。仰望上帝，你会听犹原伫阮的中间，你的快乐，你的稳定，每一日拢教耀阮用，互阮每一个人来经历主你迄个奇妙的作为，常常伫阮的中间。阮要感谢主，互阮今日有即个机会来介绍黎明的事工。仰望上帝，你继续来引带阮，互阮毋管听的讲的，拢得到主你的带领甲祝福。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125首。
请坐，下面咱来奉献。请坐。下面我来报告，伫咧报告的先，请咱来看周报，先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吼。伫咧咱停书的上下骹遮，请三甲来读。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诗篇105篇第1节，搁一解吼。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所做，诗篇篇第1节，请咱搁掀开第2面，咱来看下首的圣经的分担吼，请咱家己来看吼。迄落有论着书，迄落圣经的兄弟，请咱来备办心。下礼拜的主理是刘世光牧师吼，咱有刘世光牧师要来咱中间讲道，伊的迄落要讲的圣经甲诗歌，请咱嘛伫咧厝诶当先备办心，先来读吼。请咱搁掀开咱周报的第6页，咱来看咱的消息报告。今仔日头一点吼，咱今仔日有咱花莲欢迎咱文乐会黎明机构的张牧师吼来到咱的中间正道请安报告。文乐会黎明机构因迄落拄则陈牧师有报告吼，伫咧咱真侪年来拢是伫咧省长的关怀。啊，今仔日伊嘛有带一寡因的遐个囡仔所做的迄个产品吼，要来义卖募款，请咱的兄弟会当来继续来关心台东，嘛会当吼来支持因所做的事工。第2点，咱今仔日主日礼拜了后1点有要进行教会迄落资产的盘点吼，请咱的中职拢会当来出席参加。第3，咱1点半嘛要开圣诞节的筹备会吼，请礼拜组的中职甲咱的团契会长会当来出席。第4点是咱的夏季的迄落主日学的儿童营已经开始啊吼，开始迄落报名啊，欢迎兄弟会当鼓励咱的囡仔来参加吼。第5点，咱伫咧7月11有迄落要举办
长职的初阶的训练会吼，请咱吼中级会当来报名，详细的迄落请咱家己公布来看。其他咱教会其迄个消息，迄落教界消息，则请咱家己来看吼。毋知今仔日有新来朋友要介绍无？即摆是有两位新朋友要介绍，拄则因才离开啦吼，已经离开啊，嘛是伫遮需要说明一位是子燕黄子燕黄小姐，一位是王伟哲王先生，两位拢是学生，伫中华大学建筑系咧读册。子燕是咱主南机会，伊是伫迄种咱桃园的草塔教会、草立教会啦。草立教会，这个塔吼是一粒很累的累，旁边加3点水。拄则佫请教伊讲，恁是安怎读这里吼？伊讲我做草立教会，伊本身另外一个王伟哲王先生吼，伊目前也毋是基督徒，伊是因为甲志愿是好朋友，所以伊入来咱教会因为伊住伫迄种在信中学附近啦，所以伊介绍因同齐来咱遮吼，所以才请咱青年有伫较熟悉咱中华大学的时阵吼，会当甲伊联络吼，伊咱遮拢留基本资料，望因以后有机会再过来咱教会聚会。以上。多谢。咱的迄落另外佫一张是咱的迄落奉献的明细，若是有出入会当向我，也是咱的出入是许官城执事来更正吼。咱今仔日消息报告到遮，即时请咱的林煞尾诗圣诗第394首，圣诗第394首，吟诗线咱要请张牧师来甲咱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三甲鸭头来得到上帝的祝福。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